當你每日返到屋企，見到間屋立立亂，書包未放好，水樽盡喺個書包裏邊，功課一份都冇做，玩具一屋都係，你可能心裏邊都會有個疑問：佢哋明明自己做得嚟嘅，點解就係唔肯自動自覺去做呢？下下都要人開口先喐，究竟佢哋係懶啊，係忙，定係根本冇責任感呢？有啲家長會諗，明明係佢哋嘅份內事，小朋友執下書包，返到屋企換校服，做功課，有幾難啫？但成日都要人提，有時仲要講幾次先喐，搞到做家長嘅個個嬲到核爆。其實喺呢啲咁嘅情況，唔係你屋企先獨有，喺香港唔少嘅家庭每日都會上演緊。有時可能家長都會懷疑，係唔係自己嘅仔女根本就懶到條蛇咁呢？定係做事冇責任感？但係其實背後原因未必係咁簡單。有啲小朋友喺學校又乖又醒目，一返到屋企就攤喺張梳化度，同張梳化連成一體。可能就係因為佢哋知有人會幫手收拾，習慣咗唔使自己諗，自然就有工人姐姐搞掂。又或者喺佢腦裏邊根本就唔知點樣開始做，太多嘢一齊湧入嚟，搞到一件事都做唔到。再深入啲去講，有啲子女其實唔係唔想做，而係一見到咁多嘢要處理，就唔知由邊度開始，腦裏邊一片空白。舉個例，你叫佢執好張台，佢可能即刻會諗台面上嘅嘢邊啲要，邊啲唔要呢？要嘅又擠喺邊，唔要嘅又擠喺邊度呢？而家執定係做完功課先執？啲書同文具究竟低返去邊先唔會俾爸爸媽媽鬧呢？一時間咁多嘅步驟，佢哋即刻就會輕機。呢啲其實唔係懶，係佢哋嘅執行能力未夠成熟，要學識點樣去拆解同埋處理，逐步完成。仲有一種情況就係其實喺子女心入面係想我哋關心佢，想我哋望多佢幾眼，理下佢。有時候唔做嘢都可能係一種召喚嘅關注方法。即使你用鬧嘅方法去對佢，對仔女嚟講，至少你仲係喺度理下佢，關心佢。呢種咁嘅情感聯繫，有時先係佢哋真正想要嘅嘢。如果覺得呢篇文章對大家有幫助，記得按讚支持一下，分享俾你身邊需要嘅朋友，同埋訂閱我嘅頻道，咁樣就唔會錯過其他實用同埋教養嘅資訊。透過分享知識，希望可以幫助到更加多嘅家庭，讓孩子能夠平安快樂咁成長。多謝晒。咁我哋做家長可以點做呢？第一步，唔好再樣樣都幫晒佢哋，可以按子女嘅年齡同埋能力，慢慢引導佢哋自己諗。例如當佢返到屋企，我哋可以問下佢：你返嚟第一件事要做嘅係咩呢？又或者寫低啲簡單嘅步驟貼喺牆上面，用一個 checklist 或者係圖示卡嘅方式去提示佢，等佢慢慢習慣自己一步一步咁跟住嚟做。同時間唔好淨係等到佢全部做晒先至去讚佢。就算我哋見到佢主動喺個書包裏邊拎個水樽出嚟洗，我哋都可以喺呢個時候講句：我見到你識得自己拎個水樽出嚟清潔，你真係好有手尾。讚賞嘅說話會令到小朋友覺得自己做得到，慢慢就能夠建立自信同做事嘅動力。養成習慣，自覺唔係一朝一夕嘅事，要靠日常生活中一點一點咁樣累積。你俾機會佢哋試，佢哋先有空間去進步。如果家長次次都係用責罵，又或者樣樣都代佢哋去效勞，
反而會令佢哋越嚟越依賴你，冇咗主動做嘢嗰份上進心。你想孩子將來變成一個要人提先做嘅人，定係一個識得自己安排，唔使人催都會自己去做嘢嘅人呢？呢一個分別就係而家你點樣去教佢，點樣陪佢一齊去建立一個好嘅習慣。